歡迎收睇《世界觀》。美國保守派政治人物柯克光天化日被槍殺，案發之後，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嘅危機處理同領導能力飽受批評，連犯人係咪落網都搞錯咗。仲傳出案發嗰一晚佢去咗知名餐廳食嘢。一場校園演講以血腥結束。喺美國，有份創辦保守派青年組織美國轉捩點嘅政治人物柯克喺猶他州一間大學演講期間，眾目睽睽之下被射殺，兇徒一度逃去無蹤。領導案件調查嘅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能力再一次受到質疑，輿論甚至係局方內部人士對佢由案件發生到疑兇被捕連串嘅判斷同決策都有疑問。案發之後，帕特爾究竟人喺邊呢？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引述兩個消息人士報道，話槍擊案發生嗰一晚，佢去咗紐約一間出名難訂台嘅意大利菜餐廳食嘢。餐廳夜晚7點開門，帕特爾當晚6點幾先喺社交平台發文話犯人正係被拘留。大約90分鐘後，即係夜晚近8點，佢再發文話經過執法部門盤問，拘留人士已經獲釋。不過當時疑兇其實仍然在逃，帕特爾擺咗個大烏龍。紐約時報等多間美國傳媒相繼引述消息，話佢向局內下屬出氣，話冇人向自己迅速更新調查進展。喺一場超過200個特工參與嘅視像會議上，帕特爾大發雷霆，鬧當時發現疑兇影像之後，竟然冇人第一時間深夜叫醒佢起身睇，言語間仲夾雜粗口。The FBI and our partners are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together to bring justice to the family of Charlie Kirk and honor his memory. We have over 11,000 leads that were called in to the FBI, and we are running out every single lead that we can. Every one of those leads will be run out. The arrest is a testament to the dedication of good law enforcement being great. 疑兇魯賓遜終於落網，帕特爾同猶他州州長考克斯等人一齊見記者。報道話，聯邦調查局部分現職人員不滿帕特爾走出嚟邀功。多個局方前官員認為佢嘅表現削弱公眾對聯邦調查局嘅信心。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報導，就連保守派內部人士，包括部分特朗普嘅身邊人都私下甚至公開懷疑帕特爾有冇能力領導聯邦調查局。不過特朗普就為佢護航，強調對帕特爾本人同佢處理案件有信心。45歲嘅帕特爾係特朗普倡議讓美國再次偉大嘅長期支持者。一開始獲提名局長嘅時候已經有爭議。報道話佢2月上任以嚟，單係局方高層就有多過6個人因為不被信任可以落實特朗普嘅方針而被逼離開。有前高層向法院入稟控告被非法解僱。聯邦調查局50幾個分局亦都經歷重大人事變動，資深反恐調查人員同樣冇得留低。有批評聲音質疑，帕特爾就任局長以嚟，只係顧住迎合特朗普執行佢嘅政治議程，例如8月就突擊搜查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嘅住所同辦公室，據報涉及佢處理機密文件嘅方式，但就被質疑係針對特朗普嘅眼中釘。另外又例如將打擊街頭罪案、毒品販運同非法移民提升到聯邦調查局嘅優先處理事項，同特朗普嘅主張睇齊。有意見關注喺帕特爾嘅管理下，聯邦調查局改變處理事項嘅優先次序，犧牲咗長期以嚟針對安全威脅等深入調查嘅本業，削弱美國國家安全。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